这个水利署讲，这几天的落雨量为全台湾带来着1318万吨的水量，小可来疏解着各用水的压力。若各大水库嘛总算有一寡水咯，包括这个新竹的宝二、苗栗的永和山、李溪潭甲德基水库拢来入水，但是这个量也是真少，敢若增加大约0.1%。若小可较侪是南投的日月潭水库，为30%增加到31.8%。要提醒乡亲，也是爱较欠用水咧。台中和平区的德基水库透早开始落雨，南投日月潭更到落15米半的雨，这是今年上大的雨。这部方面通过台湾各大水库嘛，赶紧把握机会开始做雨。李潭、永和山、国关坝、天伦坝甲闸门水库拢有放盐剂，空军东部伫分站的顶悬实施人工的净雨。这阵雨嘛为全台湾带来1318万吨的水量。它主要降雨地点是在苗栗以北，在中部地区都略有帮助，不过降雨量都相当有限，都在15到30毫米之间。这摆雨主要拢落伫北部，新竹宝山二水库甲苗栗永和山水库，欠水率拢为4.6%升到4.7%。台中德基水库为3.4%升到3.5%，南投日月潭更为30%升悬到31.8%。那台南的闸门水库是维持伫8.9%。到我明天可能大概就是水汽就转干，可能就变晴时多云的天气。然后下一波的整个封面大概就是5月5号左右。这摆雨虽然讲对着这个欠水的情形有帮助，不过水利署表示讲，大个水库上少达到150米的累积雨量，才到真正解决目前可旱的情形。所以讲在这进前，咱的乡亲共款嘛爱节约用水。